新北的沙林堡大都会公园今仔有办家庭野餐日的活动，900户的家庭坐伫草坡顶野餐，囡仔人嘛有大空间会当四界走，有学校团体嘛有民间团体，甲济农民做伙来规划食农生态济相关的活动，嘛互囡仔有通耍，嘛会当学习到要安怎来关怀这片卡大的土地。 喝蜂蜜有什么好处？第二个是蜜蜂怎么把蜜带回来？你要回答哪一个？旁人问问题考试，互囡仔去找答案来完成关卡，嘛补充生态知识，互家长和囡仔通了解芳。现场阁有芳箱，互民众通看到芳的模样和行为，真有教育意义。4月初3这天天气真好，真侪家长带囡仔来参加新北市的家庭野餐日。这个活动办到今已经10年，有真侪食农教育的活动，互囡仔通实际了解农业甲咱生活的关联。 其实，在城市里很少会看到蜜蜂这类的昆虫了，可以这样如此的亲近大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内容是真多啦，我是感觉囡仔来这边嘛是会当学到做侪物件嘛真好安尼。另外，也有新北市8里高中的生物老师参学生做伙来摆答。老师表示，因为学校在管阴山山卡生态非常丰富，常常会出现蛇，为着要让学生了解蛇的生态，所以有成立生物研究社，带学生学蛇的相关知识，嘛了解安怎照顾蛇。在咧家庭野餐日这天，老师训练学生正做知识的传授者和民众互动。 我问说，那个被蛇咬的话怎么办？那小朋友就学到说，就要把它拍照起来，跟医生讲是什么样的蛇的种类。对，这很不错。常会说遇到毒蛇，我们要把它打死，避免大家被咬。可是其实很多毒蛇都是保育类，那我们保护它都来不及了。然后加上它是生态系中的比较高级的消费者，所以其实它在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家长表示，会当含囡仔伫都市内接触到在地农业生态甲食农教育是真难得的体验。家庭野餐日的主办单位新北市府希望，互囡仔自细汉都通培养对土地的关怀，伫咧未来进一步实现环境永续共好的目标。记者卢尚书、郑俊佑新北报道。